終於去咗上海睇1:1嘅自由高達啦！網上寫每小時有一場表演，我就睇咗晏晝同埋晚上各一場。夜晚啲 lighting 會比晏晝會靚啲，而左邊嘅熒幕內容晏晝同夜晚嘅都係有唔同嘅。去到上海嘅 Gundam Base 又點可以唔買返幾盒模型呢？除咗去 Gundam Base 買模型，我仲去埋 Tamashii Nation Store 雲商店度睇下有啲咩買。呢度啲價格比外邊貴好多，結果借行咗一圈，咁啱見到隻超合金機械人，價錢比較正常，就買咗佢返嚟啦。喺 Gundam Base 同埋 Tamashii Nation Store 度買嘢，唯一有一樣好處就係可以即場驗貨，如果有重大嘅損傷，仲可以即場換。我哋而家一齊睇睇呢盒超合金係點㗎啦。盒嘅背面有使用說明。好墜手，有成254克，95% 嘅合金。首先解鎖寫住超高鉗嘅呢一 part， 然後拉出寫住合金2個字嘅呢個部分，角向左右轉，左邊嗰塊再轉多180度，然後雙腳再向前轉出，超至逆時針轉90度，頭就會有聯動自動彈出，雙手向左右拉出，然後插返嗰把刀，咁就完成啦。呢隻超合金機械人係冇乜可動。接落嚟就係 Gundam Base 買返嚟嘅玩具，第一隻就係羅伯雲上海自由3週年版本。雖然佢冇1:1立進咁 detail， 但係左肩已經換咗 Gundam China Project 嘅專屬標誌，但係玩嘅時候要注意頭部嘅天線，好易甩出嚟，仲會好易彎。想睇呢盒上海自由高達詳細開箱嘅朋友仔，歡迎喺下邊留低自由2個字。接落嚟我仲買咗呢盒 Side F Color 嘅 Hello， 說明書都印喺盒嘅裏邊。裏邊得一包板件，想睇我砌呢盒哈魯嘅朋友仔，歡迎喺下邊留低哈魯。接落嚟就係呢盒係上海先有得賣嘅中文版嘅 EG 創製強集。盒裏邊有2包板件，一張中文版嘅說明書。想睇我砌創製嘅，歡迎喺下邊留低創製2個字。最後嘅一盒就係真正嘅基地限定 Gundam FSD。想睇我砌呢盒基地限定嘅，歡迎喺下邊留低 FSD。最後會睇下邊盒多人留言嘅，我就砌邊盒先。最後嘅最後仲買咗呢盒 SD 嘅上海自由送俾屋企人。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撳埋個訂閱掣，同埋分享俾想買呢隻玩具嘅朋友仔睇下啦。下次見。